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差不多逐工新闻拢会提醒大家，唔通互诈骗集团变成怪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怪，读个外怪第二条。怪的意思是用骗术甲人骗，或者是骗人的钱财。像讲骗人，咱讲是拐弄；若骗人的钱财，咱讲是拐钱。意思就是挖金骗，嘛当讲是贷。像讲甲人贷5万块，就是甲人骗5万块。另外，这个怪也有一个借用字的音，读做拐。像讲咱手去拽着，咱讲手去拐着，嘛当讲是手去拐着。另外，互人跌倒，咱讲是互人拐一个跋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拐弄，嘛当讲是甲人煽动，或者是甲人塞弄，像讲拐弄人去做歹代志，拐弄人冤家。第二个词读做拐骗，意思就是诈骗，像讲甲人拐骗真侪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寓言故事是甲咱讲，唔通听歹人甲咱拐弄去拐骗别人，若无对害人害己，上尾害到家己惨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拐，另外借用字，搁有一个音读做乖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